啲人個個入伙，燒鵝冰室即將開業，宏志苑入緊貨，下邊啲商場唔知開未咧？嗰邊盛志苑，苑嗰邊盛志苑，入去望下啲鋪頭。對面平石村，勁望就聖約瑟安老院嗰個重建地盤，好高下。見過。莊緊收藥房，元朗辦理入伙手續，對面啲裝修公司、煤氣公司，呢間五金。上面個平台就係遊樂場，個空中花園遊樂場，對面平石村。搭呢啲就去管理處，上管理處，或者行樓梯可以辦理入伙手續。呢間燒鵝冰室咁大單嘅，哇好大單！哇，呢間冰室都幾大單，燒鵝冰室，牡丹亭燒鵝冰室即將開業，直去 C 座同志角。呢座隔離就係聖志苑，今期嘅綠置居。即係停車場，幾高嘅睇個座。聖約瑟嗰座嘢，聖約瑟安老院啊，重建地盤幾鬼高啊！因為太凍。試下呢邊有個門出去嘅。出去就轉左，直去就隧道，隧道過去平石村或者去彩虹地鐵站，用護士角，就係崇義角。花草樹木，行返出去先。崇志角，樣樣邊都有門口。隔離呢座就係聖志苑，聖志苑好似叫做係聖朗角啊。呢邊冇得出，要兜返轉頭。兜返轉頭先行咗過去聖志苑，啲人個個入伙，幾開心嘅入伙。你一抌嘅垃圾。真係好多人觀禮。有啲住咗咯，差唔多1/10到嘅入咗伙，陸續有人搬嚟啦。
B 座個後門入口。好熱鬧啊！啲人搬屋嚟。轉翻右手邊，金田居屋定志苑。呢邊麗晶，後邊直望係啟業邨。直望呢座聖雅閣。聖雅閣、現樓綠置居，今期嘅現樓綠置居。華志苑18:1到啦，入咗房，即係啲燈着咗，18:1就18:1到啦。呢座係聖朗閣。朗閣、聖雅閣，呢個係聖朗閣。入邊好靚，基本上都搞掂晒咯。應該好快入到房。聖雅閣，綠置居嘅今期綠置居現樓，盛智苑。影返張相先。橫照道3號，盛智苑。前面嗰座聖朗閣，呢座係聖雅閣。執緊手尾，應該冇嘢執㗎啦，搞掂晒啦。下面嗰啲係遊樂場同埋健身設施。下面有2層，應該係嗰啲服務設施嚟嘅，服務設施。3樓就係3樓應該係平台嚟嘅。執緊啲外牆，呢度有個門口，落緊雨都開工，工友真係工友都幾專業啊！盛智苑樓下已經係巴士站啦。對面係啟晴邨，而前面嗰房協嗰個
落啟都嘅，拆晒棚咯。城市園拍緊新樓，唔該唔該，拍緊新樓，係啊，好唔該唔該。